大家好，又係我識條鐵達芬西，又到咗開箱嘅環節啦。咁今次開箱嘅有呢款高達收藏精選卡達斯閃卡，已經嚟到呢個系列已經嚟到咗第6彈啦。今次嘅主題係呢個閃光之哈薩維，再加呢個夏亞的逆襲，兩個主題。同之前一樣嘅，都係一共有35款卡，有14張閃卡同埋21張普通卡嘅。應該都係一樣，一盒裏邊係必定包含嗰21張普通卡啦，但係就會少緊4張閃卡。所以就應該一盒咧就可以收齊31款嘅，少4款。價格方面咧，同 W 第4彈呢款係差唔多嘅，都係205蚊左右。第5彈呢個鐵血咧就係200蚊嘅，我記得我當時買嘅。就呢個第5彈係平啲嘅。咁第6彈個價格又高翻少少啦，可能係因為今次係包含咗兩套動畫主題嘅關係啦。主角卡就肯定當然係呢隻叫佩涅乜咩佩，好難記啲名。呢個大白鵝，大白鵝先係叫佩咩佩。呢一隻係叫做柯西高達。有牛高達啦，當然就希望係可以抽到呢幾隻啦。咁動畫其實我2部電影動畫都冇睇嘅，主要都係收卡為主嘅啫。咁今次開箱咧，我就直接全開啦，學人哋嗰啲網上啲大佬，全部剪晒佢，開晒佢，唔使一包一包咁啦。因為其實都已經係必然講明係出嗰幾張噶啦，又唔係好似啲精靈卡咁樣。所以學下啲大佬一嘢開晒佢，唔再逐張嚟啦，慳翻啲時間。我見網上啲大佬好豪嘅，全部掟晒出嚟。哇！咁難掟嘅。咁我自己想出嘅當然就係嗰幾台主角機啦。不過話明肯定少4張嘅。咁我相信嗰4張少咗嗰4張裏邊咧，肯定係有1-2張係主角機。雖然佢係話有14張閃卡，但係佢係應該係有5張左右閃卡當中嘅稀有卡啦。咁當然最好就梗係有牛高達同埋柯西高達同埋大白鵝啦，3台主角機。好，睇下先。第一張呢啲叫多加，呢啲垃圾機。呢部唔識喎，呢部應該係閃光之哈維斯裏邊啲機啦，唔識。呢個唔識。第一張閃卡，呢張應該係稀有閃卡啦。通常有兩台 battle 卡都應該係屬於閃卡裏邊算係稀有嗰張啦。2台主角機已經收咗啦 ，battle 嘅。呢個又係多卡，呢個係下逆襲機體，呢部應該係閃光裏邊啲機體啦。
呢個船長就係高達系列裏邊橫跨幾代主角都有佢噶啦。咁啊，閃光之哈維斯嗰條友就係佢個樣仔。咁啊，第一部高達裏邊其實嗰條友就出現過噶啦，就係其中一個戰爭裏邊嘅孤兒。咁啊，去到後尾做咗佢樣仔之後就做埋主角，不過好快脆都瓜埋老襯。又係多加第二張閃卡，呢個應該係哈維斯個死敵，叫咩唔知啦。開大白鵝嗰個，呢個唔識，呢個又係唔識，呢個係開多加嘅，下啲靚，呢個唔識，呢啲係垃圾機，叫咩啊？一時醒唔起叫咩？第三張閃卡，下的集裏邊嘅樣啦，梳咗個撻，掃啲頭髮上去，呢個唔識。咦？呢個重複，呢個唔識，重複。呢部似係聯邦嘅揸鼓機喎，不過我都唔識。男主角阿姆羅，第四張閃卡，呢啲人物應該都係必出㗎啦，我諗。重複，重複，重複，重複。呢個就係閃光之哈薩維嗰個哈薩維，亦即係阿船長個樣仔，亦即係男主角啦。大個咗之後，呢部阿爾法，呢啲垃圾兵，呢個唔識。呢部機我都係唔識。呢個就係開阿爾法嗰個女人啦。呢個唔識。第幾張閃卡？仲未出高達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張閃卡。沙扎比仲未有高達喎，瀨嘢啦。重複。呢部係靈格斯。呢個唔識，呢個唔識，重複。出啦！高達，牛高達，編號18。咁1號係邊位？編號18係牛高達。出咗第一部高達，仲差2部。重複。呢個又係下條靚。呢個重複，呢個唔識，編號2大白鵝，個咩佩涅咩佩啊？叫佩涅羅佩，佩涅羅佩，俗稱大白鵝。依家想要嘅3台高達出咗2台啦。咁可能就少咗主角機柯西高達，呢部唔識，重複。柯西高達都有喎，1號喎編號，咁即係我想要嗰3部已經出晒啦喎。柯西高達，咁同阿牛高達啊、支高達啊都係一樣啦，有個編號命名。靈格斯好啦，咁基本就出晒啦，後邊都唔再重要啦。再嚟一張 battle。咦？咁我可能少咗幾張，4張閃卡都係啲 KD 飛嚟嘅啫喎。呢部係牛高達拳打沙扎比 battle 卡。
咁應該都係屬於稀有嗰張嚟㗎，我覺得。好，今次成績都唔錯，出晒我想要，即係除咗沙扎比同埋呢部阿爾法之外，呢5張應該係必有喎。呢5張應該係話每個人心裏想買呢套卡都想有嗰5張。咁少咗邊張呢？少咗呢個女人，呢個應該係女主角。咦？仲有1張大白鵝嘅，有2張大白鵝喎。好啦，咁最後再整理下總結下先。好啦，整理晒啦，按順序排好啦。咁一如所料係成盒有31款嘅，咁其他都係重複㗎啦。少咗嘅有呢個女主角啦，呢張閃卡啦，同埋呢個作為男主角嘅哈薩維啦，同埋呢一張應該係變咗形嘅大白鵝，仲有一張唔知係咩啦。我想要嗰幾台主角機都出晒啦，牛高達啦、柯西高達啦、大白鵝同埋沙扎比呢4台都有啦，咁算係唔錯嘅。我嘅策略就係咁噶啦，先買1盒，自己抽咗先。好處係自己可以過下手癮，咁然之後再喺網上揾嗰啲自己冇嗰幾張收翻嚟。咁另一種策略就係全套買人哋嘅，就如果好似啲盒250蚊咁咧，你全套買人哋網上嗰啲大概可能加翻100蚊左右，或者你就買2盒。另一個策略就係買2盒自己開，成本就500蚊左右啦。仲要睇運氣喎，有可能有機會係出唔晒35張嘅，不過你可以轉手賣翻出去，接翻你啲重複嘅，咁有機會係低過300蚊啦。如果賣得好嘅話，我覺得我嘅策略係適合買1盒自己抽咗先，然之後再網上收。依家全部睇一次。